今仔日我有新的体验走出来，就是讲价值这种物件，其实就是看人的。像我写的小说，对我来讲，当然价值足悬的。但是对别人来讲呢，除非讲我写的物件有讲到伊的心事，啊无就是讲伊和我有共款的想法，啊无伊看我的小说，当然伊的价值，伊就感觉讲无啥物价值。但是我就会去求讲，希望讲，在我心目中真有价值的物件，伫别人的心目中嘛共款有价值。就亲像讲台语这件代志，伫 Clubhouse 顶头的人，有人台语真好，所以对伊来讲，去学讲台语，这就无啥物价值。有人是想要宣传伊的作品，讲伊有 Podcast， 讲甲一寡真新、真趣味台湾的代志。对伊来讲，伊上重要的，当然毋是讲甲台语讲好，因为伊已经真够讲啊。伊就需要去宣传，互大家来看伊的作品。对我来讲呢，阮可能就是看到会当学台语的所在，大家拢会讲台语，一人会当讲一句，逐工拢会当讲。这对我来讲就是有价值。我听到华语，可能就感觉讲莫去听，就去做我的代志。若是对阮 Clubhouse 迄个房间的房主来讲，伊就是要找一寡伴，伊就会去比较，讲有人follow 的人数偌济遐济人数，就是伊会食醋。所以对阮房主来讲，当然台语讲甲有好无好，对伊来讲无啥物价值。还是讲有人去推撒讲无伊的这运动对伊来讲，伊就是会嫌笑嫌偏就是一直讲别人推撒安怎别人乱教台语有诶无诶。因为对伊来讲，大家拢甲足久无讲诶台语，甲伊找转来，甲伊练转来。对阮房主来讲，都毋是足重要诶代志。对伊来讲，上重要诶代志就是讲，伊伫 Clubhouse 有亲有红，有真侪朋友。伊是这 Clubhouse 诶主人，是一个真红诶人。这就是对伊来讲重要诶价值。所以讲，我定定就会讲，做想要做牺牲别人，其实这就是时机诶问题就是讲，若讲伫前一阵，我身躯边，还是讲阮朋友有一个一直爱和我讲台语，我可能就会感觉真神，因为迄个时阵讲台语嘛毋是我诶目标嘛。可能我迄个时阵就希望讲，主管会当甲我欣赏，无就是讲我诶小说足侪人欣赏。但是即摆无共款因为即摆想法无共，目标嘛无共款。我就会希望拄着一个台语真好，阁愿意和我讲话诶人，陪我练笑话诶人。所以讲，我不应该讲去牺牲别人。朋友真侪受欢迎，台语讲甲真好，
因为其实我即摆状况就是安尼啊，台语就讲甲白练长，讲甲客客，嘛想无足侪形容词去讲。但是这是需要时间的代志，但是我定定就是想袂开。我发现我有一个想法，就是甲我家己当做一个受害者。若是讲练台语练无好，我就想讲就是大家不爱向我讲台语，不爱甲我栽培，不爱甲我无体谅我讲即摆想要学台语，甲我阻挡，向我讲话无用台语甲我回，我就认为我是因为安尼，就受害。这就是一种受害者的这种想法。若小煞，我就会想讲这就是怨叹朋友，介意看别人的小煞，无介意看我的小煞，无就是讲因介意去看别项物件，看新闻看戏剧，看迄诚好看的，毋免看文字的，看文字的人愈来愈少。这就是因为我有一种，我就感觉讲我的小煞无讨人欣赏，就是一种受害者。我对阮翁嘛定定有即种受害者的即种感受，所以讲我定定嘛会家己怨叹，就想讲我倒位安怎无好，就是因为阮翁无安怎，也是讲阮翁安怎，所以我就变不如意。这拢是一种受害者的一种惯势，较惯势的想法。像讲，虽然讲我学赛事其实是比别人可能学甲较简单，这嘛是每一个人的状况无共。但是我学台语学起来，都比别人较含办。这就是会使用我甲阮姐两个比一个例。若叫伊去学赛事，伊可能虽然伊嘛有一寡想法，但是伊无法度接受讲甲伊无共款的想法。我想讲，伊若讲去学迄，可能无一定会比我学搁较好。我会当接受讲一寡无共款的想法，会使定定去反省家己。但是讲起来，若是学台语的话，当然就是阮姐一定会学甲比我搁较好。所以，就是人的天分，就是无共款的所在。有人就真交朋友，就是真受欢迎。虽然我嘛是一个做热心的人，但是我就是较定伫边无法度讲话拢做自然做侪话，因为我嘛惊讲会甲人得失着，就是讲顾虑诚济。变讲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的性，上重要的就是讲，毋免讲做这代志就怨叹啥物物件，就是心内定定有一寡牺牲甲怨叹走出来。我爱调整我的想法。这其实真早以前我就定定伫咧想，但是讲调整这无简单就是爱定定去想，去找着讲为虾米我即马有即种想法，
其实这想法是因为我有一个错误的信念，这个信念可能就是想要搁较好啊，比别人搁较好。虽然讲我讲台语，我若讲一工一工伫进步，安尼就诚好，但是我会去讲，我心内会足着急，讲无够无够。这就亲像讲有人算股票，伊明明有趁着钱啊，但是伊会甲人比较，讲别人趁偌济，我哪会趁遐少，无够。所以，就算伊趁钱，伊心内嘛是会想讲无快乐，伊了钱。像我嘛是共款。我虽然讲即马台语讲较顺，比以早拄学台语的时阵，但是我嘛会去欣赏别人，讲这客人其实台语讲诚好，这人安怎安怎，我就会开始比较。因为我毋知影讲诚济代志，就是需要豆豆仔来，豆豆仔练。毋是讲一工两工就突然间诚厉害。我相信我即马听着有一寡人的台语诚好，伊嘛是以早有基础，而且嘛有去练过。我嘛有看到一寡人。安怎台语安怎讲，就是讲无啥好势。但是嘛是大家愿意甲伊斗相共。因为伊的态度诚好，所以我袂当放弃。我若放弃，其实就是我上大的困难。我即摆困难毋是讲大家不爱回用台语甲我回，听我讲台语会甲我，会甲我问，会无欢喜。其实这拢毋是问题，还是讲我即摆无台语的环境。其实这真正拢毋是问题，就亲像讲我写小说，我写小说上大的问题就是我放弃。绝对毋是讲我写小说无人看，即摆无人看遐长的文章，无就是讲即摆无诚好的网站，互大家会使伫遐，就是一大堆人拢伫顶头，你写小说大家拢会当看着，毋是因为无即种物件的原因。上大的困难，就是上大的阻碍，其实就是我家己想要放弃。其实放弃是诚简单啊，因为做啥物代志我会感觉讲这结果毋是我所想的，无遐顺利。这个时阵，真正就放弃，就是足简单。像即摆我写小说嘛，我就写甲愈后壁，当然就是甲我称赞的人愈少。我就想讲紧甲伊的，紧甲伊铺煞，我就毋免讲，搁有即种节目，即种节目就是定定看两个人尔，两个人看。若无拄好去看着别人，这人诚侪人看，就是讲，迄个时阵当然就是心内是有一寡无爽快感觉，就是想讲，我哪会做这代志无遐顺利？但是这应该是我想袂清楚，因为有的人你写搁较好的物件，伊要看的就是诚简单，无就是讲拢是做爱的画面，无就是讲毋免动头壳，无就是讲诚幼稚的物件。这是因想要看到的，因就是要放轻松。
无人讲，就是较少人会想讲看我即种写甲落落长，搁动脑筋，啊，有诶无诶，搁安怎讲，搁是可能侪岁人较看有诶物件。我写小说嘛诚文人，所以讲，这就是讲，我嘛会想要投票，就是讲啊，写一个小说哪会报酬别人接受，感觉家己诚可怜。其实应该是找毋着所在啊。虽然讲无一定有真正诚好诶所在，但是我想讲，迄应该是时机还袂到，啊无就是讲，这小说本来就是为我家己写诶，内底诶话拢是写互我家己看、家己去想诶。我若讲练台语啊，一开始啊，我就是会讲。台语还袂练好诶时阵，我就先去买物件诶时阵用台语讲。我想讲，为即摆开始练习，但是得到诶结果就是，别人就讲啊，我讲国语就会当啊，我听有啦，我就会足生气、足掠讲诶。就是我诶方式毋对，因为我无找着正确所在。我今仔若先去参加活动，这活动内底呢，拢是一寡要教人台语，希望推萨讲愈来愈侪人去学台语。当然，我收到诶代务就是无共款啊，人较有耐心啊。我写小说搭伫遐嘛是共款啊。我搭伫一个可能大家无想要看即种文章诶所在，因要看较轻松，看较简单，因为因年岁嘛是下岁人嘛吼。你写迄种人生诶物件，伊哪有看有？伊可能爱20年以后才看有。我伤早看着，当然就无兴趣啊。人生其实就是，毋是我想诶，就是有时阵就想讲，应该是我拍拼，就有一寡，就有我想诶一寡结果。其实上重要诶是我家己爱去了解讲我应该安怎做。就是我做一件代志诶时阵，我爱先了解我诶心。我诶心可能会受伤，可能会想讲遮毋值。其实这嘛是一个体验啦。一个做啥物代志拢足顺利诶人，我知影讲，其实伊是会失去体验诶迄种机会。就像讲老爸老母就伫某一间公司做头家娘、做头家，所以这个人伊若讲去老爸老母诶公司去做代志，当然诚顺利啊。伊嘛袂讲同事对伊无好，所以伊可能无法度体验一寡代志，这嘛有可能啊。像我嘛是应该嘛是有一寡代志无体验着，即种代志是诚复杂。毋是讲想的安尼，我安尼做就有安尼的结果。结果其实爱转世一个讲，原来毋是安尼。所以讲，其实这就是
人生，只是讲我发现讲我无了解人生。我所知影人生，可能就是别人讲的，别人写的，这无一定是真正的人生，啊无就是可能是别人的人生，啊无就是改过的，就是假的，就是假，互人以为讲每一个人拢是追求安尼人生，安尼人生是重要的，这就是一个替别人定义的问题。我定定就是放袂落，就是即种代志。举一个例，就是讲，今仔小说，诚侪人市赞对我真正有意义吗？其实无一定有意义，但是我看大家拢伫追求即种物件，所以咧，我当然就是想讲我哪会无？都亲像讲一个公司，若讲每一个人拢替互人升起来，替互主管升起来，就剩我一个人拢无动静。其实我一开始来公司上班的时阵嘛，无一定讲我想要替互升起来啊，去管人还是安怎有诶无诶，还是讲有一个诚好听诶一个 title。这嘛本来都毋是我诶目标嘛目标。但是呢，嘛是会受到影响，因为身躯边诶人拢伫求某一项代志，我就会开始生会猫。这就是考验。我学台语诶时阵，我嘛想讲，我嘛会想讲别人讲好毋好。别人讲好诶台语，当然愈侪人讲台语讲甲愈好，对我愈有利，对我愈有利嘛因为我就是会加听一寡好诶台语啊。但是我阁会怨叹讲哪会大家拢台语诚好，我哪会讲台语就不如别人，就阁开始啊。所以讲我定定就是爱修，爱去练我诶想法。莫讲做啥物代志，就是想要怨叹，想要做即个代志，颠倒是互我发现讲，原来我无遐够，原来我不如别人。这都毋是我做任何代志诶一个目的嘛。咱做任何代志，就是希望讲会使看着讲，原来我嘛会使安尼做，原来我做这个代志嘛是会可以的，莫限制家己。所以我开始写小说，袂讲写小说是啥物人较会去写啦。我遐久无写啊，我即马写文章哪会通啦？安怎？这我本来写小说就是讲，莫去限制我家己，我会使加做一项代志，有一个作品，哪会颠倒写以后变讲，做想要放弃的原来有写无写，大家拢无重视啊。我足想要受别人的重视，为虾米咧？可能是我嘛毋知影讲，家己应该要做啥物代志，所以讲，就需要讲一寡重视，互我感觉讲我做这项代志是对的。这种想法都毋对啊，就是讲。做啥物代志，若别人有甲我肯定，我较认为我安尼就对啊。这毋是甲我家己的前途放伫别人的
手头嘛。若拄仔好拄着一寡介无好诶人，我毋是一下仔就放弃啊。所以其实人不应该安尼，不应该就是别人甲你学落，你较认为讲对，我应该继续落去。但是做发现讲无人，逐个拢无要无紧啊，嘛无甲你注重，就会想讲袂使，我做这袂好。其实别人诶反应甲我做即项代志根本就无啥物关联啊。像我伫Clubhouse我是要来学台语诶。其实变讲嘛有人甲我当做朋友甲我关心嘛有甲我照顾。但是我本来就毋是要来遮交朋友诶。这就是做意外嘛就是若是我今仔是想要来交足侪朋友，想要互大家拢甲我肯定，讲我这个人真厉害，真有想法。我颠倒会讲，一直讲袂煞，大家就会嫌。但是拄仔好，我就是要来学台语诶，所以我就是会听别人安怎讲，定定都伫顶头，定定都挂伫遐。挂伫遐就是一个条件嘛，因为你定定出现搁做一寡就是房间有人嘛，就是伫遐排班诶感觉。当然人嘛对你就较有感情啊。但是这都毋是我本来要追求诶物件，无追求诶物件，颠倒想讲我有得着，因为有一丝我拢感觉诚好，因为我本来就无想讲会得着即种物件。颠倒是讲我要学台语，我就讲我应该台语诚好爱进步进步偌济结果哪会无？哪会进步遐慢？有诶无诶？所以讲，变讲我伫求诶物件，就会想讲哪会无得着？哪会无结果？这就是一个诚趣味诶代志。其实就是讲。遐侪年无讲台语，当然讲话拢会定型嘛，会定型去。但是咱诶思想毋是嘛安尼嘛？咱思想遐侪年以来，都是去怨天怨地怨别人，就愈来愈贪心。本来就想讲会做即件代志是为着讲家做好。后来就变讲和别人比较，搁想要讲做头人，愈来愈贪心，但是无达到迄种目的，搁伤心。人就是一直安尼做，我嘛是，但是我会使豆去改变我诶想法。讲台语嘛是，讲无好势，头壳内想无爱讲安怎诶台语，别人可能就定定讲，无就自细汉讲，所以伊就真紧就诚够讲诚形容一段代志，就诚厉害。就变我对袂着。但是，这就是无需要讲作气诶，无需要安尼，无需要讲，无需要怪家己讲哪会遐含慢。真正是安尼，就是讲做一寡代志，就是豆来，豆做。
有进步无进步，反正就是莫去比较。我写小说就是想爱比较，讲啊，这人啊写有好无好啊，有比我受欢迎无受欢迎啊，啊，这人运气比我好还是歹啊，是讲，就是会去比这啦，比这其实拢毋对啊，因为这物件无法度帮助讲我写搁较济是我家己想要写的作品，其实无帮助。啊，今仔我若讲，阮着别人台语讲啊遐好，安尼就是心情会变诚歹，这嘛是无帮助啊。哪会定定人就是做一寡对家己无帮助的代志？其实这就是人，这就是我遐侪年来思考的方式，就是嘛是爱宽宽啊改过来。